电影《艾丽塔：战斗天使》在台湾上映5天，票房破亿。由《阿凡达》导演詹姆斯·卡麦隆担任监制的《艾丽塔》，打造前所未见的科幻世界之外，女主角罗莎·萨拉查勤练高难度武术，成功虏获观众的心。电影《艾丽塔：战斗天使》，我是谁？时候到了，你会想起，艾丽塔是个合成人，由捡来的头颅装上人工身躯和四肢后做改造，让艾丽塔拥有全新生命和样貌。随着探索世界的过程，渐渐展现过人天赋。电影《艾丽塔：战斗天使》，我是个战士，不是吗？大年初一上映的科幻动作电影，5天内全台票房突破1亿大关，就连原著漫画《冲梦》的作者木城雪户都对电影改编给予高度评价，在推特公布亲手画的电影海报，还大赞漫画中心思想被电影完美诠释，让他很高兴。原著漫画家木城雪户，我很荣幸能够让卡麦隆先生担任电影监制，成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精彩。由詹姆斯·卡麦隆花了20年打造的科幻世界，等了17年才找到33岁的女主角罗莎·萨拉查化身成真人版的艾丽塔。为了呈现精彩的动作戏，罗莎·萨拉查花费许多时间勤练武术。影星莎·萨拉查，艾丽塔突然来到世界上，透过她的视角，我们也跟着经历有趣的事物。这不是罗莎·萨拉查第1部动作片，她曾经参与过《移动迷宫》第2和第3集，戏份虽然不多，但是有记忆点。电影《移动迷宫：死亡解药》，我叫你不要动，你说了算。出道9年，成为科幻动作片女主角，罗莎·萨拉查展现动作片女星的潜力。电影还预留伏笔，未来还能继续看到罗莎·萨拉查在大荧幕上大秀利落身手。